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愿上帝永光甲咱做伙伫地。今仔日是咱教会节期的中秋主日，所以伫即日咱也有看到顶头有一个中秋节的迄个新妇，看到这个，咱就知影爱铭记咱的主是咱的性命。简单来讲是安尼，看到这总是，其实咱每一个人检查拢有一寡错误的铭记。咱的心内底，所以咱爱想的是，到底咱的心铭记的是啥物？是咱的欲望吗？咱要求上帝讲，你爱满足我吗？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，是一种什么款的关系？上帝当时亲像迄个油灯内底照出来的精灵，伊会甲咱讲答应咱所有的要求吗？所以，这就是咱来好好想看卖啊。过去的人伫即日铭记主入城的时阵，因有一个错误的期待。今仔日来咱铭记的主是啥物货的？甲咱中间的关系是啥物货？颠倒是伫即日内底，咱来好好来想。所以，愿上帝帮咱夫妻，帮助咱，互咱伫今仔日所铭记的，真正是咱的主。做伙来祈祷，主求你帮助阮，互阮知影，阮所铭记的，阮所迎接的、欢喜的是啥物？求上帝帮助阮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。请问对什么时阵开始，你开始变做现在的你？这个问题问了可能有点仔奇怪，总是价值咱好好想看卖啊。因为现在的你甲我，大部分咱拢对过去一个真深刻的经验也是事件，迄个影响了后。变到今仔日的咱，大部分的人其实拢是安尼，就亲像旧年过身的乔斌医师，伊做医生真要紧的原因是伊7岁的时阵，伊是原住民吼，伊7岁的时阵，伊的小妹破病，然后迄个要送病院的时阵过身。所以，伊对迄时开始立志，我要做医生。然后后来，伊佫有一个立志，因为伊是住伫迄个南回公路，台湾上南边迄个南回公路100公里内底无病院，所以后来伊的立志是望会当去伫即个100公里内底去一间病院。当然，即间病院还袂起来，伊就过身啊。对基督徒来讲，迄个互咱改变的事件，也是经验，咱就称做护照。对基督徒来讲，对咱来讲，因为咱相信这个经验甲事件，其实是上帝的声咧提醒咱，迄个你爱改变的时间到，爱知是我是你的上帝。总是虽然上帝讲话，咱也有可能带过去的迄个印影，毋敢踏上即条冒险甲改变的迄步。就亲像即时的摩西，虽然上帝对伊讲，伊对伊的百姓会疼，上帝对摩西甚至予伊的名，总是摩西伊愿安尼应。出来记第4章第1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。来，摩西应讲：以色列人袂相信我，嘛袂听我的话，因会讲上主毋捌对你显现。是啦，咱想看觅若有上帝对咱的应允甲伊的名安尼够，咱真歹来
比摩西即时的烦恼。想起来嘛，介成是应该一个伫旷野雇羊的人，突然间走转去，甲即群以色列人讲，我已经看见咱祖先的上帝。啊，什么人？伊的名叫做亚伟。那安尼，什么人会信？什么人要听？所以摩西只是关心的，毋是烦恼王是毋是会相信伊，是伊烦恼的是即群人是毋是会信伊。出来记第4章第1节到第9节，信即字一直出现，总共5摆。伫遮所讲的信，要表达的毋单是讲一个事实，是起造伫关系的信任。摩西感觉家己过去真歹名声，伊可能感觉伊互人气杀。上帝嘛已经点改成点400年，爱伊转去担任即群人的领袖，实在是一个无可能的任务。所以上帝的回应是互伊3个记号。出来记第4章第2节到第4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对伊讲：“你的手举啥物？”伊讲：“管啊！”上主讲：“甲管啊，ฮ็伫涂骹。”摩西一个甲管啊ฮ็落涂骹，管啊就变做蛇，伊就闪走。上主对摩西讲：“伸出手来，抓条蛇的尾仔。”伫伊的手里变做管仔。管仔是雇羊的人伫旷野内底唯一倚靠的物件。管仔会当保护家己，嘛会当保护伊的羊仔。总是上帝讲啊，你手人体迄条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上帝对伊讲：你若听我的话顺服，上帝就要显伊的能力。伫古早的埃及，蛇是王甲神的象征，因为现在看出来，迄个考古学家看出来，迄个法老的迄个王冠顶头就是2尾蛇，所以埃及这个神，因咧互人画时阵，因的手也摕迄个跟仔蛇的管仔，总是伫旷野内底，我想大家拢知影，若有蛇出现，就爱随闪走，啊无就互伊夹着，就会死。莫怪摩西一个看到蛇就闪走。上主爱摩西用手抓蛇尾，咱爱知影这是危险的动作哦，请毋通安尼去做。了解意思吼？这是一个危险的动作。上帝爱摩西，咱爱知影蛇毋是抓蛇尾啦，抓蛇尾你会真费气，你爱抓伊的颔棍，这个叫做3寸。爱抓伊的颔棍才会使。总是当摩西听叹上帝蛇搁变做管仔，这个象征就是这埃及王法老甲神有关系，总是拢伫上帝掌权的手中。第2个记号，再记第4章第6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搁对伊讲。手伸入去衫内，伊就甲手伸入去，手一个伸出来，手已经伊严重的皮肤白亲像雪。咧传统的翻译的迄个古早巴克利的翻译叫做胎哥，总是即摆无爱翻译做胎哥，因为莫互人联想得着病是跟他胎哥的，听有意思吼？莫互人联想。所以，翻译做皮肤病。这个皮肤病的原文，其实这个泰戈原文其实是指
真侪无共款的皮肤病。伫圣经内底，人若得到即种病，通常是指上帝对人的刑罚，因为人自高骄傲，甚至要强夺上帝的地位。往往得到即种病嘛，指伊是一个无清气。所以，这个人得到即种病的人，爱离开伊原底的所在，伊接触的物件甲所在拢算做无清气，爱烧掉或是彻底清气。若得到即种病，好的人爱互祭司来验，献祭了后，才会当转去到伊原底的社群生活。这记载伫利未记13章14到14节，13章到14章。伫遮其实嘛咧象征埃及人未来要受到这个病痛的苦楚。出来记第4章第7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佫讲，佫甲你的手伸入去，伊就佫伸入去，手一个伸出来，皮肤已经复原，甲规身躯的皮肤同款。这换一句话来讲，除非是上帝讲话，人才会当得到真正的医治。出来记第4章第8节刷落去，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讲，因若毋相信你，嘛无要相信第一个信者，因会相信第二个信者。第8节原文的翻译应该是：假使因毋信你，也毋听头一个信者的声，因就会相信第后一个信者的声。所以原文是其实是加迄个声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话咧对咱讲，信者毋是变魔术，信者是真个特别的经验甲事件发生了，咱听见像是也相信，这就是上帝的声。我讲一遍哦，信者是安尼哦。那真神奇的代志发生，咱掠做这个人得到医好安尼，你才会知影迄是人家己做的，还是上帝做的。所以咱来好好看这个真特别的经验甲事件后面是毋是上帝的声？信者是安怎会发生？是因为上帝讲，就照伊的话来成就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所有看起来真平凡的人甲事物，若发生真无平凡的变化的时阵，咱就要注意听，有可能这就是上帝的声。就亲像咱每一个人的性命同款，咱若互上帝警掉，咱的性命会开始产生一寡无同款的变化。啊，这个变化有可能咱家己毋知哦，总是咱四周围甲咱生活的人会知影。迄敢是信者？其实迄就是信者，这就是信者。假使咱若听见，相信这就是上帝所留的记号。出来记第4章第9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这两个信者，因若拢毋信，佮毋听你的话，你着对尼罗河扬水倒伫涂骹，遐个水就会变做火。伫遮其实上帝有过10个灾厄的头一个灾厄，因为这项代志伫遮无实现。咱来知影刷落去，出现摩西的问话。总是这项代志真特别，咧提醒咱，尼罗河每一档固定的泛滥，互四周围尼罗河边仔的土地带来，即摆来讲是30公分真好的土，
互尼罗河下边仔就真做真丰富出产的平原，逐当尼罗河拢固定来清出来，然后更新迄个土地带来丰收，并且因为安尼带互人实际性命的需要，所以当时的人将尼罗河称作性命的爸，正生的母之母。那水变做火带来颠倒是死亡。虽然火伫人的身躯顶头是生命的意义，总是水若变做火是死亡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这三个上帝的宣告就是记号，要警告埃及嘛对摩西的内心来喊话。上帝爱摩西掠蛇尾，是唔敢冒险的。伊讲，你着听我的话吧，勇敢掠着机会。当摩西发现伊的手生皮肤病，是上帝咧对伊讲，过去的你看家己无清气，袂堪得，亲像得到皮肤病，互你的社群赶出去。因的所在，总是伫上帝手中，伊要换新甲医治。出埃及第4章第10虽然安尼，总是摩西的反应却是安尼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摩西对上主讲：“我的主啊，我毋是甲我讲话的人，你甲你的仆人讲话了后嘛是安尼。我是喙齿钝的人，这个喙齿钝。”那台语的理解，也是新加坡的理解，叫做大舌啊，口疾，华语口疾，大舌嘛吼，大舌的意思。照文献的记载，伫古早埃及的皇宫内底，因拢会为这个王子上课。迄个课程内底，其中一门就叫做辩论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咱后壁看记载，咱嘛无读到摩西有大舌啊，迄个口疾，对吧？伊讲话嘛真流利嘛，但毋是咧。所以新学家真侪新学家咧，要讲虽然摩西家己讲家己真袂晓讲话，总是这是伊的借口。出来记第4章11节，刷落去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对伊讲：什么人互人口才？什么人互人袂讲话、袂听见？目睛也是失明，兼看上帝。总是上帝照摩西的话。对伊讲，虽然你感觉家己无口才、无能力，总是你已经袂记这是我是造物主。人的口才或是袂讲话，是我；人的看见也是痴迷，是我。那安尼你有啥物通杀我你交代的？所以，出来记第4章12节刷落去，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当你入去，我要赐你口才，要教你讲你着讲的话。我是要甲你的喙同在。我是其实就是伫旧约内底。上帝家己称呼家己的迄句话，出来记第4章13节，总是摩西有原安尼讲，所以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摩西讲：我的主啊，求你派别人去。弗洛伊德捌伫1939年写伊上过一本册，这本册叫做《摩西甲一神教》，伊是根据当时几个神学家的假设，讲摩西是埃及人，
这个出发点来运用伊的理论，针对摩西甲一神教讨论个人甲集体精神关联症的起源。伊的见解甲传统完全无共，所以引起真侪人讨论。到现在其实阁有真侪人讨论，总是真歹势无伫神学界，是伫心理学界内底咧讨论这项代志。因为伊的假说内底，其实对神学家来讲，这个假说有一个真致命的问题。这个日后咱还阁讲嘛吼。不过不管安怎，伊伫这本册内底分析摩西，认为伊有稳重的心理创伤，就是压抑。我毋知影要讲迄个稳重啦吼，的心理创伤。其实这甲台大精神科教授林信南长老，伊是台北东门教会长老，伊的观点共款。伊捌伫伊所写的一本册叫做《伫顶疗室拄着摩西》这本册内底，伊认为这时的摩西也未对进前创伤的事件行出来。对摩西来讲，提起埃及王甲王宫，就是互伊会当有迄个强烈创伤、痛苦的记忆。莫怪摩西想尽办法，想要拒绝上帝，毋愿去见法老。出来记第4章14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对摩西发授气，讲：利未人阿伦减毋是你的兄哥，我知伊真敖讲话，现在伊来要接你，伊看到你，心内会真欢喜。阿伦原文，阿伦这个名吼，原文的意思叫做带来光的人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上帝解决的办法，就是互这个搁伫黑暗中，对家己完全失去信心的摩西，有伊的兄哥阿伦出来领旨意，带互伊性命的光。因为伊的名就叫做带来光的人啊。出来记第4章15节到16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你着将应该讲的话交代伊，我会使你甲伊口才，佮教你做应该做的事。伊会替你对人民讲话，伊做你的代言人。你亲像伊的上帝，只是伊应该讲的话。第一句原文的意思是：我是一定会甲你的喙甲伊的喙同在。第一句是安尼。伫埃及的宫廷内底有一个官，伊的职称就叫做喙。真特别哦，古早的人常常是安尼，常常是至悬的太当甲迄个平凡的人直接讲话，所以需要有一个这个叫做喙的官员来做传话。听有意思吼？这其实甲中国方中嘛有真类似的所在。中国古早天主讲话是无几个人听得到的，迄爱有一个人来传伊的话。所以上帝是用当时埃及宫廷迄个运作模式，摩西来说明阿伦伊要做的代志，就是代言人。林信南教授长老，伊是认为讲，对现代精神医学治疗创伤后压力症的观点，上帝呼召摩西。爱伊甲埃及王面对面，才是根本解决的方法。伊认为，伫强佮有力迄个支持，就是上帝甲阿伦陪伊去一遍，佮一遍去见法老的过程。头一遍可能真惊，总是后来迄个惊的程度会慢慢减轻。
这伫精神学家称作叫做气敏感行为的治疗方式，真特别咯吼。出来记第4章17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你着举即支管仔来行神业。真侪学者其实忽略伫埃及文化内底一个真要紧的元素，就是手。古埃及文明的象形文字啊，迄个文字，加真侪象来显示当时埃及的文化内底时常用手来表达感情，就亲像敬拜，因的象形文字是安尼。敬拜，象形文字哦吼，然后嘛是欢喜的意思，呼调是安尼，然后哀伤是安尼，用手来表达感情，哀伤是安尼，所以真特别。伫上帝呼召摩西的故事内底。一开始就问伊讲：啊，你手里摕啥物？上尾将规个故事了，上尾将迄个管仔摕转去摩西的手中，这拢咧表达一项代志：上帝要用摩西的手来显示伊的手。管仔表示的是权柄。虽然埃及法老有亲像蛇、亲像神迄款的权柄，总是上尾上帝一定会借着摩西的手，互伊降服。虽然古埃及嘛真早就发展出医学甲法术，这咱看因做迄个木乃伊，咱就知影，有治疗。专门治疗无共身躯部位的专家，早伫主前3100年的时阵，已经发展出头部的外科手术，真特别咯！伫埃及的文化内底，咧医治遮个战争受伤的人，虽然当时佫无现在医术遮尔厉害，因为当时迄个无法度。真好的麻醉，所以当摩西的手得到皮肤病的时阵，伊大声想到的应该是想讲：我来找埃及的医生，总是无需要，因为上帝的手，互伊真紧就好起来。这上是嘛显示上帝的权能，甲医治赢过埃及的众神民，法老甲伊手下的术士。摩西无亲像亚伯拉罕。因为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阵，伊一句话拢无应，对吧？伊连一句话拢无问哦，连甲上帝应答拢无哦。圣经安尼对咱讲，创世纪12章的第4节，做伙来读看卖来。亚伯兰照上主的吩咐就出去，罗得也甲伊去。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，75岁。总是当上帝咧呼召摩西的时阵，情形完全倒变啊！伊是一直拢爱去哦，伊一直来上帝讲我，上帝啊，你派别人啦，莫我啦。总是上帝就是坚持要呼召摩西。咱来知影潘霍华牧师伊捌写过一本册，这本册内底有一个真深刻。一句话，伊讲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，伊是叫伊来死。后壁伊安尼补充，伊讲只有迄个对家己意志死去的人，然后才会当军队基督。虽然这拢咧对咱讲。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其实爱付代价。莫怪摩西遮尔无情愿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请问咱呢？
愿你甲我听见伊的呼召的时阵，用咱的真心来回应伊，不管咱是拒绝还是接受，并且对安尼行一条虽然会死去，总是充满阳光祝福的路，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赏赐带领，互阮会当做伙组织，因阮相信是你呼召阮今仔日做伙伫这个所在，阮做伙要见证上帝你呼召人的过程。主求你怜悯，甲阮做伙伫地，帮助阮，当阮听见伫阮生命中这个事件背后你的声音在呼召阮的时，阮就勇敢冒险去名字应答讲主是，阮愿意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。